馬太福音第一章，耶穌基督係大衛嘅後代，大衛係亞伯拉罕嘅後代，耶穌嘅家譜係咁樣：亞伯拉罕供以撒，以撒供雅各，雅各供猶太老幾嘅兄弟，猶太同塔瑪供法勒斯老查拉。法勒斯供希斯倫，希斯倫供亞蘭，亞蘭供亞米拿塔，亞米拿塔供拿順，拿順供撒門，撒門同拉合供波阿斯，波阿斯同路得供俄皮得，俄皮得供亞西，亞西供大衛王，大衛同烏利亞嘅本樣供所羅門。所羅門供羅波安，羅波安供亞比雅，亞比雅供亞撒，亞撒供約沙法，約沙法供約荷蘭，約荷蘭供烏西雅，烏西雅供約坦，約坦供亞哈斯，亞哈斯供希西家，希西家供瑪拿西，瑪拿西供亞門。亞門供約書亞，以色列族本人作去巴比倫嘅期間，約書亞供約雅斤老幾嘅兄弟，本人作到巴比倫後，約雅斤供撒拉鐵，撒拉鐵供所羅巴伯，所羅巴伯供亞比約，亞比約供以利亞斤，以利亞斤供亞索。亞索供撒督，撒督供亞金，亞金供以利，以利供以利亞撒，以利亞撒供馬丹，馬丹供雅各，雅各供約瑟，就是瑪利亞嘅老公。佢稱作基督嘅耶穌係對瑪利亞出世嘅，咁樣算起來。對亞伯拉罕到大衛一共有14代，對大衛到以色列人本人作到巴比倫也係14代，對本人作嘅事到基督嘅出世也係14代。耶穌基督出世嘅經過係咁樣，佢嘅阿妹瑪利亞已經老約瑟天親。仲係在結婚以前，瑪利亞就對聖靈懷胎，佢嘅未婚夫約瑟眾人證實，仲係又冇公開羞辱佢，想愛秘密解除婚約。佢當考慮這事嘅時節，主嘅天使在夢中對佢顯現講：大衛嘅後代約瑟，唔使驚，做你討瑪利亞做伴娘。因為佢係對聖靈懷胎嘅，佢會供一個來嘅，你要將佢嘅名按到耶穌，因為佢愛拯救自家嘅子民，脫離基督嘅罪。呢一切事嘅發生，係愛應驗主通過先知所講嘅話。有童貞女為懷胎供來嘅，佢嘅名愛喊做以馬內利，以馬內利。嘅意思就是上帝老愛到同在。約瑟上過來，就照主嘅天使所吩咐嘅去做，拉瑪利亞結婚，仲係在佢將來嘅以前，冇老佢同房。聖人嘅出世，約瑟就將佢嘅名按到耶穌。